后来明仔载开始就是中秋3天的连假，要回乡、要赏月、要出去佚佗，拢真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今年第12号的风台梅花已经伫早起的8点形成了，所落来会向琉球海面来刷动，然后转北平，后礼拜一上挖进台湾。这个风台是毋是会冲来台湾呢？气象局讲爱看伊转北平的迄个角度。若中秋月娘，北部甲东半部因为风台的影响，会来透较强的东北风，会无定时来落雨，所以只会当伫个云中看月娘咯。若中南部甲外岛，譬如金门、马祖，看到月娘的几率就加真悬咯。风微微吹，甲树仔顶的叶仔吹甲落伫咧涂骹。明仔载就是中秋节，全台湾天气凉冷凉冷。今日下晡啊，气温伫咧宜兰东澳含花莲鲤鱼潭刚有18度，加真秋晴。不过海面上就真无冰清。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加做今年第12号风台梅花。未来呢，可以看到一直到周日以前呢，主要是逐渐接近到琉球的南方近海，而在周日，也就是11号的这一天，那它逐渐接近琉球南方近海的这段期间呢，速度上面会稍微比较减缓一些。下周1到下周2这段期间，台风呢是逐渐的往偏北的方向在移动。梅花每一个一切路线拢是为琉球海面往北平南盘的所在架过去，不过东北的角度是关键，路线又唔知会安怎走。即马预估拜一上挖进台湾，甚至有可能会转做中度风台。梅花如挖进台湾北部含东半部地区，云若济地落雨，中南部是无受影响，不过嘛是要注意过度落雨。我们北部、东北部，几率上面呢，可能是在云中看月亮，碰碰运气。那在中南部呢，由于午后雷阵雨结束之后是转为比较晴朗的状况，那所以说整体的赏月几率是比较高的。中秋节到底敢会当看到月娘？气象局讲，受到梅花影响，北部东半部看月娘的指数刚有2粒星，中南部有4粒星哦，会当看到月娘的几率真悬。温度的部分，全台湾拢真舒适，伫咧27度到32度。民众看月娘含肉，爱记咧炸一领薄叶啊。北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出门嘛拢爱记咧炸火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